大家有冇聽過3秒記憶呢？去買餸轉個彎咧就唔記得方向，前2日咧仲記得自己今日要做啲乜嘢，轉個頭咧係完全唔記得晒。行到廚房咧突然間唔記得自己原本要拎啲乜嘢，電話咧放喺個袋嗰度咧，仲周圍去揾。其實呢啲就係一啲典型嘅3秒金魚記憶啦。嗱，好容易咧，有時做嘢咧容易走神啦，攰到咧係失眠嘅，轉個頭咧係唔記得事啊。咁你就要留意，好可能就係記憶力衰退嘅信號啦。大腦咧淨係佔全身重量嘅2%，但係佢就要消耗咧20% 嘅氧氣啦。咁腦部咧有成600公里長嘅微絲血管，係腦細胞嘅生命幹線啊。但係我哋都市人啦，壓力啦、捱夜啦、飲食唔均衡，同埋空氣污染，再加埋咧就係血管老化，令到我哋嘅微絲血管咧越嚟越淤堵啦。咁微循環一旦出現咗啲問題咧，大腦就會有慢性缺氧，隨之而來咧就會出現健忘啦、疲勞啦、注意力唔集中、記憶力衰退、失眠、焦慮，甚至會增加患上阿茲海默症嘅風險啊！咁點樣先可以改善我哋嘅腦部微循環啊？除咗改善我哋嘅飲食啦，調整翻我哋嘅生活習慣、規律嘅運動，仲可以靠科技嘅力量去幫手嘅。依菲嘅光能帽咧，正專為我哋嘅腦部微循環問題去設計嘅解決方案嚟嘅。佢係通過依菲專利嘅技術賦能啦，可以釋放特定波段嘅遠紅外能量，同我哋人體咧會產生一個共振效應嘅。佢嘅能量咧可以滲透到我哋嘅微絲血管啦，增加翻我哋腦部嘅含氧量，提升翻我哋嘅微循環啦，確保我哋嘅腦細胞嘅健康運作嘅。而且係經本地知名大學科研實證，依菲嘅遠紅外能量咧可以改善認知障礙症相關嘅症狀，而且喺呢方面係非常之有成效噶。佢可以咧抑制我哋腦內入邊嘅 A 貝塔蛋白嘅板塊生成啦，同埋減少佢嘅數量，而且佢仲可以抑制咧圖蛋白磷酸化，同時咧可以改善翻我哋腦部血管嘅彈性啦，提升翻腦細胞含氧量嘅，減少我哋嘅微絲血管淤堵，可以抑制埋我哋嘅炎症反應啦。簡單啲嚟講咧，佢真係有助預防神經退化啦，同埋腦退化呢啲症狀。咁長期可以維持我哋嘅學習力啦、思考力、判斷力、專注力啊、記憶力同埋認知能力嘅。咁呢項成果咧係為我哋嘅腦健康啦，同埋認知障礙功能佢一啲領域咧提供咗一啲叫做非藥物治療嘅重大突破。依菲嘅光能帽咧係以安全啦、便捷嘅方式，令我哋日常腦部保養咧係有啲新嘅選擇嗱，長期可以穩定守護翻我哋嘅腦部機能啊！依菲嘅光能帽咧係以遠紅外嘅光能啦為我哋科技核心嘅，為我哋嘅腦部健康咧帶嚟全新嘅守護方案。光能帽咧，佢內含162粒嘅高密度嘅能量燈珠啊，佢可以透過光能滲透啦，高效咁穿透我哋嘅頭皮層，喺根源咧激活翻我哋嘅微循環，疏通翻我哋嘅頭部血管網絡啦，全面咁提升翻我哋大腦供氧嘅效率，為我哋嘅腦細胞咧注入新嘅活力。你只需要咧打20分鐘，已經完成咗一次咧深層能量活腦。佢可以咧激活翻我哋嘅神經元嘅活性啦，以提升記憶力同埋專注力，令到我哋嘅思維更加清晰。佢可以調節我哋腦部嘅自律神經啦，幫助我哋改善睡眠質素，喺夜間咧更加容易進入深睡嘅狀態。同時間咧，佢可以加速代謝翻我哋嘅腦部嘅乳酸嘅堆積啦，告別一啲叫做沉重乏力感。咁如果你日常嘅疲勞咧就一掃而空啦。咁喺設計方面咧，光能帽咧就係貼合我哋嘅頭型啦，非入侵式嘅操作，冇熱感。無論你喺做嘢啦、居家啦或者休息嘅時候，隨時都可以用，輕鬆上手。光能帽佢嘅用法咧好簡單，以20分鐘咧為一個基本保健。咁你亦都可以咧根據自己嘅需求咧靈活咁去調整。用之前咧有一個小準備，確保你嘅頭皮咧係要保持清潔啦同埋乾爽，咁佢用出嚟嘅效果咧就更加理想啦。咁喺日常保健咧，建議你最少每一次咧用1節嘅，咁可以幫助你疏通翻我哋嘅經絡啦，改善翻我哋嘅氣血循環，為我哋嘅大腦咧持續咁注入翻個活力。如果你想針對有啲記憶力啊、專注力啦，或者循環唔 OK 嘅時候咧，你亦都可以咧使用2節，即係 total 40分鐘，咁為之1個療程。咁你可以連續去使用嘅，按自己嘅需求咧，你可以每日多次使用。需要留意咧，就係40分鐘之後咧，你需要停一停，60分鐘之後再次使用。
同時間咧補充翻適量嘅溫水。咁喺瞓覺3個鐘頭之前咧就唔建議使用啦，以免咧影響我哋嘅腦部過度活躍咧，影響個睡眠質素嘅。依菲功能帽每日只需20分鐘，幫你趕走腦部疲勞，維持我哋嘅頭腦健康，煥發一個大女嘅生活力。仲等，快啲帶佢返屋企啦！